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要进入路加福音第25天的共读。昨天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第14章的前半段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治好水肿病的病人，来显现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同时，他也参加这个法利赛领袖的家中的宴席，教导客人主人特别是来赴宴席的人，应该要自甘为卑微，就必升为高，而不要自高便升为卑啊。同时路加也透过大宴席的比喻，讲到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呢，不论是身份是地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家的人，神国家中的人都是有福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14章的25节到最后35节。25节，一大群人甲耶稣做阵行路，耶稣活过来甲因讲：地外的人若疼家己的爸母、某囝、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也过疼我，袂当做我的门徒；无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的，袂当做我的门徒。恁中间有人想要起一个塔，减无在身坐落来估价，看有够钱通完成工程啊无？若无安尼做，伊拍地基了后，煞袂当完成工程。所有看到的人会甲伊踢笑，讲：这个人有开始起，煞袂当完成。是有一个国王要去甲别个国王交战，伊减袂先坐落来，想看伊会当用100,000个兵抵抗有200,000个兵的国王也袂。若知影袂，伊会趁迄个国王还伫远远的时，找使者去甲伊讲和。共款，恁中间无论什么人，若无放下家己所有的一切，袂当做我的门徒。25节，耶稣讲到门徒的代价，可以对照的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特别是37、38节耶稣讲到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而且耶稣讲到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我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们门徒啊。所以但是呢，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0章耶稣呢拣选12门徒的时候但是在路加福音是放在第14章是在耶稣最后传道的半年那但是同样的提到这里，不论是父母也好，妻子、儿女、兄弟姐妹，那耶稣不是说这些人不重要，而是呢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就要有一个爱主的心，胜过于亲情，胜过于爱家人的心。那如果这样的心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呢，那把父母、把家人、把弟兄姐妹、把儿女、朋友看得比耶稣还重要，那当然就不会感受得到为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因为任何的亲人，任何他看重的人都能够让他停下来跟随耶稣。所以耶稣才在路加福音的28节这里举一个例子，盖一个高楼，当然要想办法在当时的房子很少高楼，当时的房子呢都是平房，到2层楼已经算是高楼。那3层以上的更少，除非是盖王宫或是什么的。要盖高楼，以当时来讲，一定要先精打细算，而且还要算费用够不够。那而且还要看地基有没有奠定好。如果这个楼房地基没有好，或是钱不够，那这高楼就盖不完，就变成废墟，就变成鬼屋变成蚊子馆了。就变成不是只有这样，还变成笑话，说这个人开工建造却不能完工。那耶稣在这句话就用来说，这个人想要跟从耶稣，但是没有跟从到底。没有跟从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先坐下来计算他做门徒必须要付上的代价，怎么样爱主胜于爱父母，能够爱神胜于爱儿女然后怎么样能够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没有这样的计算呢只是想说我要跟随，我要做主的门徒却不能够完工那耶稣又举另外的例子一个国王带一支1万人队伍，
要去攻打这个另外一个国王有2万人的队伍。那他要先较量一下，自己的兵力、实力、战力到底够不够？好，如果够呢，这个去打才有胜算。好，如果还没有去打之前，已经评估了打不赢，还是偏偏要去打，好，那这不是笨而已，好，这真就是自己是自掘坟墓。所以耶稣也说，好，那连打战这件事情、征战这件事情，好，都会先去评估对方，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好，那如果知道不能够胜过呢，就趁着敌军还在远方，赶快派使节去谈判，然后呢，能够谈和平的条件了。好，这个战争就可以能避免就避免了。好，因为这最后是打不赢的。好，同样的33节，你们无论谁，若不放弃所有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的标准你可以说很简单，也可以说很高，但是他就是很清楚。如果我们爱耶稣没有超过我们的亲情，我们要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却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计算，却没有办法去评估那个属灵征战，我们到底是不是能够有得胜的条件？那我们这样只是盲目的跟随耶稣，或是只是嘴巴喊一喊的跟随耶稣，就好像那个种子撒在荆棘里面，好不容易要发芽的时候呢，却被世上的思虑、被世上的事情所掐住、所迷惑，以至于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所以爱耶稣、跟随耶稣，就是要跟随到底，就是要能够结出果实。好，最后的2节，盐真有路音，毋过那失味要安怎互伊搁咸？失味的盐袂当落残，嘛袂当到肥，只有稀散。有耳孔通听的就听。那这一段记载呢，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第5章13节，马可福音第9章50节，路加福音放在第14章，讲到做门徒的代价，这个位置不一样。所以路加放在这边有路加的解释的方法。好，所以这个盐呢，如果失去咸味，好，那这盐就完全没有功效。好，不能再做其他的用途。那所以他提到说，这个做基督徒、做门徒呢，也不能够失去咸味啊。我们从这个上下文连贯看下来，所以门徒呢要有一个味道，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呢？不是只有咸味，这个味道就是前面14章的25节开始所说的，就是呢爱耶稣胜于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是自己的性命。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要散发出这样的味道，就是爱主的味道。若没有散发爱主的味道，他就成为无用的门徒。甚至在神的眼中，他就是堆在田里、堆在粪堆啊，就是堆在外头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有耳当听就应当听啊。所以我们透过今天短短的经文，神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评估跟随耶稣，我们要真的明白，我们真的要爱主，我们要爱主，我们要先知道主对我们的爱，他是何等的爱，何等大的爱，毫无保留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才能够用同样的爱来去爱耶稣，我们才能够紧紧的跟随，才能够做主的门徒，跟随到底。而我们也必须活出爱主的味道。若失去了起初的爱，对主的爱的味道，那这样的门徒就如同没有咸味的盐，跌在外面也无用了。最后就是只能抛弃在外。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和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如果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不能做主的门徒。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对主的爱没有超越我们的亲人、家人，甚至超越对自己的爱，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出跟随耶稣的生命。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为我们所做的爱，所摆上的是何等大的爱，何等大的牺牲，也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领受和明白，我们要如何的来回应，如何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爱，活出爱主的味道、馨香之气，能够来容神益人。愿神垂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平安。